看到别人使用台语火星文会想纠正他吗？其实最近会。你要不要先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那个台语火星文是什么意思？好，那大家都知道火星文是网络用语，就是以来代称说你可能看不懂的文字，或者是一些比较奇特文字。那现在台语火星文的话其实已经也是行之有年，以前可能大众传播媒体时代就有一些可能不知道有台语正字的情况下，就用华语的发音来去代用台语的字。比方说水就是会变成写成那个开水的水，这其实就是一种台语火星文。或是像什么汤就会写成母汤，对，改天阿布提去煮汤这样子。我觉得最奇异的就是那个 people 菜，他写批铺菜。这真的是会音差蛮多的。其实你那个字拿去用台语念是相差甚远的那一种。也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台语火星文会造成一些困扰。首先就是台语有一些声音是中文没有的，像汤的在中文里面就没有，所以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对应的字可以表现那个声音。它就只是取一个相近的发音。如果你是一个生活环境里面没有台语的小朋友吧，你会中文，你看到你念出来就变打给鹤，当然是打给鹤，所以其实差蛮多的，蛮不一样的，不能讲优点，蛮不一样的。那我来说我会怎么做好了。我现在真的是会时时刻刻算了，反正就是不惜需要提醒自己。把精力用在更有效率的地方，因为根据我的一些经验，主动提供这些意见，就是人家也不一定想听，所以我比较不会这么做。因为毕竟对有些人来说，他们就是没有很关心台文，也不在乎什么台语有没有原本的正字怎么样的，反正他们想要写就是写给那个已经看得懂的人看。对。然后我现在的立场就是，如果是公家机关的文宣的话，我是觉得要纠正啦，因为它是公家机关，然后教育部有制定正确的字，就应该要照那个。但如果不是公家机关的话，我是真的我讲真的我是真的觉得你开心就好。我现在已经接受，就是台语火星文可以是一种台文了。因为在跟大家说有台文可以用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台文真的很多种。台文其实有很多种啊，有那种全部都是汉字的嘛，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去 KTV 点歌，那你看到的歌词应该就是全部都是汉字的。之前日本时代他们有那个用平假名写的台文，对，有一些符号跟日文的又不太一样但是它有就是真的把它调整成就是可以对应到台语的声音的，也有那个大家可能也有蛮常可以看到就是全都罗马字的。清国时代的时候，清国没有统治整个台湾啊，反正那时候有传教士有带来的系统。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之前也有人提倡过用韩文字母来拼，用谚文来写台语，没错，用谚文来写台语。反正真的很多种。还有什么方音符号，就是注音符号的 DLC。对，那个以前的台语课本也会用到。对，那我就觉得说，你真的一定要说哪一个是标准吗？有一定要哪一个才是对的吗？就他们都可以是对的那我觉得语言好像就是需要经历一个阶段，是大家都去用看，然后就会共同决定一个哪个是最好用的、最多人用的。那我觉得啦，喜欢用台语火星文的人可以自己去用看，然后用的够多了，就会发现火星文哪里难用，因为火星文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对应到唯一的声音的，然后你要一直猜它到底是什不音，你会猜不透。不达意。对，你自会看不出来它原本是什么意思，这是我最困扰的一点。对，我就觉得如果真的有人尝试用台语火星文互相交流之后，应该就会发现有更好用的系统吧。所以我现在的态度是，你们就去用看，然后你们就会感觉出哪一个最好用。对，那如果真的很多人都觉得台语火星文比较好用，那它就是对的啊。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如果真的那样，那就那样吧。那只是我觉得，如果是公部门的话，他不照那个自己的教育部的标准的话，就还蛮好笑的，所以就可以纠正。我是真的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就是有在用火星文，然后其实以前也是有学过就是台文正字，是一直到很近期才捡回来学怎么用。然后用了之后，我真的才发现，就是越来越觉得说，它就是台文正字才有它的浪漫在。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浪漫。它用字很像古典文学跟古代文学。
像古典文学好了，古典文学那一种，其实用字都比较以前的感觉，然后也是只要懂读音，你就知道它这个字要怎么打或怎么用，所以有点像是那个白话文运动的感觉啦。我觉得我们这些用台文的人，以前也都用过火星文吧，然后就是真的有比较，然后会觉得有系统化的是比较好用。你们都去用看的话，应该用的够多，最终就会发现还是有系统化的比较好用。人家已经整套做到好了，你就只要学会哦，不用再别扭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音近字来用，这样。如果是日文玩梗的那种，比如说免嘎瓜来吉特，它就是一个玩笑性质，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我们做任何类似的玩笑的时候，我们不会啊。我最近捡到一张很爱的图，是一个那个狗狗，然后它踩到一个塑胶椅子，然后那个塑胶椅子，对，塑胶的塑，然后那个狗塑沟椅呢，那个很可爱，对，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是在玩梗，我们不会拿那个来取代那个原本语言的书写方式。为什么不会拿来取代？因为就没办法嘛。对啊，就我们有时候故意想要玩梗的时候，可能也会用中文去拼日文嘛。但是你真的有办法完全用那个做全日文的对话吗？我是觉得不太可能，有点麻烦，还蛮麻烦，自找麻烦，这是自找麻烦。我有遇过的人，就是知道我对台语文有在研究。我其实不太确定他到底在想什么，反正他就是会很喜欢用，就是这种火星文，然后跟我用全台语沟通。那我基本上对待他的方式就是，我猜得出来，我就会用我认为的正确的字回他；然后我猜不出来，我就不理他，或是跟他说我真的看不懂。对，就是真的是秉持一个我可以接受火星文也是一种台文，那你就用看。那我觉得最终的实验结果会告诉我们它不好用，然后你可能就会放弃它。我就秉持着这个信念，对，我懒得去纠正啦，因为我觉得实际试过比较有效，用讲的通常都讲不听。确实。